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都算係平排躍出啊，班霸實力啊慢咗少少啊，二檔嗰匹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安請擺咗喺前面走喎。咁啊見到外邊啦，愛提村啦，最出仲有隻南家名城啊。咁啊大約第4位啦。咁啊內欄位置啊歌利巨人啊，中間白鼻箍，咁啊淺黃衫呢，仲有遠飛標槍啦。外邊淺藍衫白帽係同工之妙啊。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分別有名城潮流啦，大約內欄尾4係智取神區啊。咁啊再見到中間呢，仲有啲就係班霸實力啊。後邊嘅一對啦，分別有埋邊有目共賞啊。外邊呢，就係嗰隻嘉應傳承嚟㗎。好啦，啱啱轉呢個馬房灣嘅時候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匹呢，就係嗰隻南家名城嚟嘅喎，跟住響呢個愛提村嚟嘅喎，南家名城就埋咗嚟呢個第2位啊。再見到第3位埋邊有安請啦，外邊名城潮流走咗上去啊，中間第5位就同工之妙啦。咁啊再見到內欄第6嘅馬呢，咁啊仲有歌利巨人啊，後邊嗰5匹馬遠飛標槍智取神區啊，班霸實力仲響尾3啊，暫時殿後一對馬分別係有目共賞同埋嘉應傳承嚟㗎。開始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順風係愛提村啊，跟住喺第2位就南家名城啦，外邊名城潮流走咗上去啊，咁啊再見到內欄第4位嘅馬呢，仲有安請啦，中間第5位仲有歌利巨人啊，外邊嘅馬匹係呢隻同工之妙嚟㗎，咁啊再見到啦，後多層就係遠飛標槍白鼻箍，咁啊大約喺個尾5嘅位置㗎，後邊嗰4匹馬分別係智取神區班霸實力啊，尾二位置仲係有目共賞啊，暫時殿後係嘉應傳承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名城潮流走咗出嚟啊，外邊南家名城都跟佢一齊上咗去啊，咁啊再見到大約跟住個第3位埋邊位置係愛提村啦，第4位嘅馬呢，仲有歌利巨人啦響外邊㗎，後多層內欄安請啦，出邊白鼻箍仲有遠飛標槍啊，鬥出邊上有班霸實力，後邊3隻智取神區有目共賞粉紅帽大外檔係嘉應傳承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呢隻呢名城潮流啊，但係南家名城開始上嚟啊，偷入邊上有歌利巨人啊，中檔冚嘅馬就係同工之妙，外邊嘅馬匹仲有遠飛標槍，大外檔仲有班霸實力，最後200米透出係同工之妙，遠飛標槍開始上嚟追佢，出邊仲有班霸實力，最後100米都呢同工之妙依然係佔先贏出今屆浪琴香港瓶啊，跑第2名遠飛標槍，第3名就比較近啦，埋邊有歌利巨人，出邊係班霸實力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同工之妙，其實鬥到嚟最後200零米嘅時候呢，都受到後邊嘅馬匹呢強烈挑戰㗎。首先上嚟嘅馬有遠飛標槍，咁啊亦都係上屆呢項香港瓶嘅盟主啦，一路追上嚟都相當勁啊。埋邊有歌利巨人，出邊係班霸實力。今年嘅浪琴香港瓶嘅得主係同工之妙。紀仁安、費伯華嘅組合，海都之星嘅子嗣同工之妙喺度贏馬，跑第2名。上年嘅冠軍遠飛標槍，3、4名比較接近，入邊歌利巨人，出邊班霸實力。繼23年之後啊，咁啊嚟到呢一個25年啊，咁啊再度啦奪得呢一個浪琴香港瓶嘅殊榮。件彩衣啊，冇錯，真強嘅彩衣，後尾成為咗大熱門啊！正常場地都大熱門。